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阿伯拉罕的故事。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你主，阮现在静静听候，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也就是透过你的话语，阮搁一遍来思考你的心意。求主你赏赐阮平静的心。互阮有够野属天的智慧，来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丰盛的听心甲信心，来实践你的话。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礼拜大概上介大的新闻，对咱台湾来讲，就是郭台铭先生决定无要参与明年总统大选的连署所以最近如果你若拍开电视大概拢咧讨论讲，伊为虾米会做即款的决定？我当然毋知影伊心内咧想虾米，但是我知影，我相信伊咧做即个决定，伊甲伊的团队一定是通过真侪评估，甲心内真侪挣扎，较做即款的选择。即款的评估，其实咱每一个人，咱的人生一定拄着大大小小需要决定、需要选择的代志。有诶真细譬如讲咱等下礼拜结束了，咱要去食啥物中昼顿即款嘛是爱选择当然有真大，可能咱的选择会影响咱的人生的命运，非常重要有遮尔济代志需要决定、需要选择，实在互人感觉真伤脑筋当然有一寡小块的代志咱选择错误，可能影响无真大加加咱定选但是如果若拄着真侪重要的代志，如果若做出错误的选择有可能会后悔一世人俗语有一句话安尼讲这华语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人这是古早的话啦咱知影古早的时代如果查甫人若找毋着行业，无兴趣，是讲无发展，可能一世人拢真痛苦妇人人如果若选毋着丈夫可能悲惨一世人。但是咱今仔日时代真进步即款情形嘛有改变无论查甫查某，拢惊找毋着行业，拢惊找毋着人所以咱真实知影讲，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真重要的选择，咱爱真细腻来选择如果你若心灵无安定平稳，可能袂当做出真明智的决定甚至有别个信仰的人，伊爱安怎要做决定之前，伊爱去求神问卜，对无才会当做决定所以既然选择是遐尼重要的代志，毋知影大家敢有去了解讲，咱选择的依据是啥物货，根据是啥物货其实咱来理解的讲，每一个人咧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阵，伊的根据就是伊的信仰有无信仰的人，其实就是伊的价值观就是讲信仰价值观咧决定咱做选择的时阵一个真重要的变故举一个例来讲我过去大概20几年前，我迄个时阵是台南大专中心咧服侍。阮服侍工作就是爱去无共款的学校内底去辅导团契有一天我就下晡时我就再用奥多麦载一个同学做伙要去台南迄个靠近高雄的所在遐有一个学校叫做迄阵叫做嘉南药专伫遐我有一个团契，我爱去遐辅导。伊迄个学校是爱徛迄个台南到高雄迄个省公路我就载这个学生徛到一半的时阵，我发觉讲头前确实有一寡事故发生我就赶紧徛过发觉讲哇，有2台奥多麦倒伫路边有一个还阁清醒但是可能人受伤真痛苦，跍伫迄个路边另外一个是安尼
倒伫路边吼，昏去吼。我就去问迄个清楚，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伊讲，伊嘛毋知，伊伫头前咧骑车，突然间有一个人骑车骑真紧吼，对后壁来弄吼。我就走过迄个倒伫涂骹即个人吼，我遐闻着伊身躯有真重的即个酒味啦吼。我就赶紧讲，叫我的学生吼，骑我的奥多摆去附近有一个警察局，去报案，因为迄阵拢无手机啊吼，赶紧叫伊去报案。另外我就做一件代志，我想讲，即个人昏昏倒倒伫即个所在吼，爱马上送去病院吼，安尼可能开当来救我请吼。我就伫遐下车啦吼。真侪人看我伫遐下吼，拢会车速就会慢落来吼。但是吼，当伊看到路骹边倒一个人吼，有真侪人就安尼加速就走去吼。结果伫遐下规步走过来10台车过吼。叫突然有一台一对老夫妇吼，驶一只货车，就停落来吼。伊就问我发生啥物代志，我讲遮有发生车祸吼。讲我敢毋通协助伊吼，因为我骑奥多摆无法度送伊去病院嘛，你敢毋通来载去病院？即个老先生甲我讲，伊就考虑者讲安尼会使吼，但是吼，伊有一个条件啦吼，伊讲叫我爱陪伊去啦，吼，因为万一即个人若无醒起来吼，安尼到时若伊的家属赖伊讲伊弄的，安尼要安怎吼？我就讲好。拄仔你讲即句话的时阵吼，我学生就带警察来啊吼，阮就将即个倒的人吼，带搬去警察车顶面吼，然后即对老夫妇说道谢。其实了后即件代志，互我一个真深的感受就是讲，其实我看到遐尼一台车吼，看到我伫路边咧下手的时阵吼，拢有慢落来吼，但是因看到路边倒一个人的时阵，因就做一个决定要离开即个所在。拄好了有即对老夫妇因愿意停落来帮衬。所以其实因咧做，因迄个时阵，我相信因拢面对一个选择啦。到底是要帮衬即个人，还是要赶紧离开？每一种选择的方式无共款，其实甲伊背后的价值观有关系。那伊的价值观是感觉讲，即个人需要帮衬，我都爱来帮忙。但是有个人感觉讲，这甲我无关系，我赶紧来离开，免你掠一寡财会上身。所以其实咱咧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依据，就是咱的信用、咱的价值观。所以咱今仔日要对咱所读的经文来看，阿伯兰甲伊的弟仔、伊的孙仔，即个罗德，因拢共同面对一个选择。咱来看因的故事，看因安怎选。今仔日的经文是接续顶礼拜所讲的故事。咱顶礼拜讲，阿伯兰带伊的某，甲即个法老所予因的这物件因就离开埃及，因就往北边来行，行到即个迦南的南部。即个阿伯兰伊是罗德的阿伯，罗德伊是伊的孙仔嘛对伊去。圣经讲因阿伯兰渐渐丰富起来，是一个好野人伊有真济精神甲金银。后来因离开即个所在，渐渐往北去迁徙，来到即个必得利甲爱的中间，就是咱顶礼拜有读的经文伊捌伫即个所在扎过营，捌起过这段来敬拜上帝。所以经过埃及即个事件的教训阿伯兰可能有做一寡反省，伊个定心回来到上帝身边，伊个伫遮起这段来敬拜上帝。结果发生一件代志，就是阿伯兰甲罗德因当时阵上帝互因真大的赏赐所以因的牛群甲羊群拢渐渐增加结果即个所在所无够大就讲因为迄羊群甲牛群拢需要食草嘛所以因的牧者双边的牧者，就因为咧种即个互即牛群甲羊群食草的所在常常冤家啦所以阿伯兰就对罗德讲
咱是至亲吼，咱袂当安尼冤家吼，所以咱爱分开分家就对了吼。阿伯兰就对伊讲，互你先选，吼，伫你的眼前有一大片的土地，你若选正边，我就选倒边；你若选倒边，我就选正边。结果罗德伊就四围去观看，伊目睭就去受着迄个真水真好的景致的吸引吼。伊看到约旦国的河边吼，一直沿到即个索尼的即整个平原遐，水源充足，而且吼水草真富裕，土地真富裕，所以吼土地真肥啦吼。圣经中讲，亲像埃甸路园，佮亲像埃及的土地。所以伊就选即块土地好，伊就选即个土地。所以落着选即个土地了，伊就往即个东边的去所在前线。阿伯兰就留踮伫即个迦南的所在。后来当落着离开了，上帝就对阿伯兰讲：你爱对你所徛的即个所在东西南北去看，即个土地拢要收赐互你。你会行遍即个整个的土地。我要将伊收赐互你，这就是今日所讲的故事。所以咱看见着罗德选了约旦国即个真肥的土地，阿伯拉罕就踮伫这迦南即个土地。咱今日来看即个因的选择其实因为啥物要做即款的选择？两个是亲族原本咧住做伙就真好主要因为因为双方的即个牧者为着要保护家己的财产，保护家己的产业，所以产生冤家的情形、三者的情形。所以牧师首先要甲大家来看到底即个产业上帝所赏赐因的产业，对因来讲是祝福，也是咒诅这对咱来讲，有那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上帝拢有赏赐咱每一人无共款的产业，但是咱安怎去看即个产业？伫阿伯兰甲罗德的即个故事中间，咱看到一件代志真可惜，嘛真讽刺。咱看见着因当离开因的故乡5年甲合兰的时阵，迄阵产业无真济，结果两个人互相扶持，相安无代志。结果后来产业一济两个家庭煞来三生，真讽刺你若看迄个咱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第7节13章的第7节，伊写讲要一个寡妇写讲，迦南人甲比利洗人迄个时阵踮伫遐咱理解迦南人甲比利洗人，迄是无共族的人咧，因拢会当相安无代志住伫遐，结果一个亲族，煞两个人煞三者，不得已爱来分开，所以咱看见着即个产业，其实对因来讲是一个祝福，也是咒诅。其实咱来理解，讲圣经中间产业的增加，应该是上帝一种祝福，但是因为咱人有罪性，互产业变成做一种，互咱真容易陷入这试探的危险的代志。咱最近拍开新闻，咱会当看见最近佫有一寡新闻咧报讲咱台湾过去无有一个真好野的人伊过身了留500-600亿的财产互伊的子孙，结果有第一房、大房、2房、3房，即马咧安那咧小过。伊的产业若1/1000分互咱咱就真欢喜了。有遐尼大的产业，结果本来是骨肉本来是血缘是相款的，即马咧小过。所以产业是中性的咱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会当好好来利用咱的钱财，伊会当产生一个真好的作用。就是讲，咱好好来运用上帝赏赐咱的产业，咱会当成做咱家己甲别人真大的祝福。但是如果咱若看财产、看这产业的态度无正确，会引起真可怕的后果啦。为什么？因为咱拄则有讲阿伯拉罕甲即个罗德因的冤家圣经中间嘛，互咱一个启示讲，
食宴满厝吼，大家三餐不如一块大饼，大家三安吼。所以这其实是吼产业有时会当诚做真好的祝福，嘛有可能诚做救助。啊，为什么安尼？因为产业吼有一个真重要的特性吼，咱来讲叫做致命的吸引力啊，吼，就是讲伊真容易吸引，而且占领咱的心吼。金银财宝本来是中性，但是伊就有即款的特性。所以，伊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互你的注意力拢注重伫即个金钱顶面。啊，所以耶稣就讲啦，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就伫倒落。其实咱拢有即款的经验啦，咱的财产毋是讲真济，但是咱嘛拢真注重咱的财产的经营，对无？我记得我有一个经验吼，我伫2003年捌去即个瑞士的所在去进修嘛，啊，其中有一礼拜课程是要去罗马，意大利的罗马，去遐参观访问，教廷，啊，甲伫遐参观迄个罗马，啊，我要去进前阮着同学中间咧讨论啦，啊，阮同学着去收集资料，伊有一个同学来我讲，咱伫即个瑞士即个所在瑞士即个所在迄治安真好啦。阮咧讲生切讲，遐个贼仔可能比阮好业，所以遐治安真好啦，当然遐百姓拢真守法，啊，去到意大利可能无啥相共特别罗马迄个所在，就讲出门的时阵爱较注意家己的财物啊，迄阵其实我嘛无足侪钱啦但是我较细腻较好啊，要出国进前无顺利，互我一条迄个。一个人喺绑伫内底迄个内袋就是你会当放伫你的内衫甲外衫中间一个一个袋啊我就想讲放钱放伫内底啦啊其实要摕足麻烦的啊，我想讲嘛是来创我好势啦我用家己的头脑想讲，我把我的钱分散啊，一届嘛要用头体，袂全部讲用头体了都来分散结果去到遐发觉安怎毋知影？有时拢感觉咧放钱的所在会上啦看安尼摇，有时会摇，有时会上，感觉有人要来偷摕安尼所以一直注意伫遐啦。啊，咧参观啥物，我拢无咧参观，拢咧注意讲我的钱够用偷摕去哇，这就是耶稣咧讲，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就伫倒落这就是钱，就是有即款的吸引力。伊原本是中性的，但是伊就是即款吸引力啊，吸引到落尾伊会产生一个歹的影响，什么影响？就是互咱会失去对上帝的倚靠因为伊会互拥有钱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咱嘛感觉讲，身躯有早一寡钱，感觉较安全对无？拄着啥物代志，咱用钱会当解决啊，结果那即款的影响来拿深的时阵，会互人不知不觉的中间，就想要倚靠上帝，倚靠钱财，无要倚靠上帝。所以有人俗语咧讲，甚至伫教会内底嘛咧讲钱毋是万能，啊无钱安那？你拢知，万万不能。啊，但是即款的观念敢完全正确？咱来好好去思考，因为咱拢会想讲啊，我若身躯有一寡钱，我就会可能拄着问题较好解决。结果不知不觉中间，你受伊吸引，煞无想要倚靠上帝，想要倚靠钱财。所以咱看去保罗先生就当时代的信徒，甲咱今仔日咧看这段经文的人，提出一个警告：讲你爱吩咐遐金世富足的人，毋通自高，毋通倚靠迄个无定着的钱财。只要倚靠迄个享受百米互咱享受的上帝，这是咱爱去提醒咱家己的所以咱若用正确的眼光看产业，伊成做咱的祝福；用无正确的观念去看产业，有可能成做咱的试探，甲咱的咒诅。接下来咱要看罗德，甲阿伯兰，因为因无共款的选择，咱来学习。咱首先对罗德的失败来学习。罗德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为什么？第一，伊贪爱财物。伫罗德的眼中，只有这个世界，甲四周围这财物。
所以，咱会当想象伊徛伫迄个逼着离较悬的所在，去看眼前即个约旦平原，即块真肥、佮水源充足的土地。圣经形容讲，即块土地那亲像耶和华的园，爱甸落园同款，那亲像埃及的土地，遐尼肥，遐尼适合人徛起。所以伊心中伊目睭就受到即款的景致的吸引，伊就想讲啊，我来选即块地绝对无毋对。但是伊无去看见着，即块地虽然富有，虽然真肥，虽然真侪水源充足，但是安怎？伊稳重真可怕的危机。圣经中讲，伫即块地所徛起的人，是罪恶真深的人，是罪恶真深的人。所以，即个所在是充满了危险。所以咱会看，咱若继续看这段经文对14章开始继续看咧，咱会发觉讲，因为落着即款的选择，互伊后来安怎家破人亡，家破人亡。所以，咱的人生中间其实有时阵会拄着甲着落着相款的处境，请咱毋通袂记实，毋通过头贪恋财物啦。保罗就对咱提出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伊讲贪财是万恶的根源。但是财，伊毋是讲钱财是万恶的根源，伊是讲贪财啦，贪恋这个财物会引起真大的危机，是万恶的根源。有一个人因为贪慕钱财，背离了信仰，所以伊就爱担真侪痛苦。心灵的破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提醒咱对钱财咱毋通贪，咱爱不介意保持适当的距离。第二件代志落着有一个失败，就是伊无重视伦理。咱伫圣经中间，咱知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叫伊先选亚伯兰是落着的阿伯。所以，伊互照理讲，伊是长辈，伊有迄个先选的主权，但是伊互落着先选。照理讲，落着是按晚辈嘛，理当互阿伯兰先选。但是伊即款的贪念，掠砍伊的伦理观念，所以伊就先抢先赢啦。惊讲去好的向抢去，伊家己都无得到即个利益，所以伊就无重视伦理啦。圣经中间对咱讲其实咱爱遵守圣经中间教示的伦理。圣经讲，伫白头毛的头前，低头毛的人的头前，你爱徛起来，爱尊敬老人。这是上帝互咱的提醒甲命令。所以落着有这两项真可怕的失败，就是贪恋财物，无重伦理。咱来看亚伯兰呢？亚伯兰伊有两项真重要的特质咱来学习亚伯兰迄种真宽大的精神咱遮拄则讲过，亚伯拉罕是落着的长辈因起纠纷是双方的牧者，照理来讲要分开，伊有优先的选择权，但是伊让互伊的士势来选择所以这是咱看见亚伯拉罕伊的生命的进步了因为咱知影伊头起毋是即款的人，伊头起嘛真贪恋家己的生命的安全了，所以前一章咱讲伊伫埃及为着保护家己，连家己的某都无爱即摆伊有进步伊知影即个时阵互别人先选为虾米伊会当互落地先选？因为伊生命中间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对人有疼心啦，伊用疼心来款待伊的士势。伊无考虑讲即种做法可能会互家己利益损失，伊只看去落地的需要，无看去家己的需要。当然，即款的精神伫今仔日台湾的社会真恶伫看见嘛。但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即款的代志真少发生。虽然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安尼照安尼来做。虽然有可能叫人笑咱是戆人。但是为主做戆人是上较有价值的咱看见真侪在
伫台湾所发生真，互人感觉感动甲温暖的代志，拢是因为有一寡人愿意牺牲家己的权益，去看去别人的需要。有的人伊可能若照顾家己，看重家己的利益，伊的人生有真好的发展。但总是伊看去真正需要的人，伊奉牺牲家己本身的利益，会当带互人祝福。这是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爱去学习的。咱看去咱台湾的信仰传统，就是对一群愿意牺牲的宣教师开始的。今日有完这款的精神，爱继续伫咱的教会中间来影响，这才是真实上帝的心意。第二项，咱看见着伊毋是干那对人有疼心嘛，伊对上帝有信心嘛。咱看见第12章的经文，咱前一章所看到，当亚伯兰接受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上帝有予伊一个应允，应允要安怎？予伊一子孙，应允伊要形成大国，要予伊大有名望。所以亚伯兰伊将上帝应允放伫伊心肝中间，伊相信伊只要有上帝，无论做啥物款的选择，有上帝甲伊同在，上帝甲伊同行，伊一定会得到上帝所予伊的应允嘛。人嘛要因为伊安尼来得到福气，这点是咱来学习的。所以咱看见着，落着离开伊了后，上帝对伊讲：“你徛起的所在，四围去观看，这个土地拢要收赐予你甲你的子孙，而且要予你的子孙形成大国。甚至人乃当算土地内底的沙，才当算你的子孙。所以上帝鼓励伊行遍整个的土地，要将这个土地收赐予伊。咱看见着，虽然伊愿意让落得成选较好的，但是伊对上帝的信心，伊对人的疼心，予伊领受上帝大的祝福。这是咱今日爱学习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中间，会拄着真侪真重要的选择。望今日的经文帮助咱去做正确合乎上帝旨意的选择。咱同心来祈祷。求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提醒阮、激励阮，互阮会当对人有疼心，对你有信心。互阮因为阮的疼心甲信心，领受你所赏赐阮应允的祝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